多謝主席。主席，政府近年積極推展街市現代化嘅計劃，但係隨住時代變遷同埋消費模式嘅改變，公眾街市面對超市、網購甚至係北上消費嘅競爭，陷入咗出租率大跌同埋人流變得稀疏呢啲惡性嘅循環。但係公眾街市係可以提供便宜同埋新鮮嘅食材，除咗基層，我哋見到唔少明星都係喺啲街市嘅捧場客。街市嘅獨有文化同埋人情味呢，亦都係無可取代嘅，應該值得保留。當局係應該檢視公眾街市嘅未來發展路向，採取措施減輕商戶經營嘅成本，同時研究點樣可以善用公眾街市嘅地方，加強人同埋社區嘅互動，確保呢啲公眾街市係得以延續。食環署現時管理有96個公眾街市，要與時俱進，唔單止係要翻新，經營模式亦都要適當轉型，先至可以持續落去。包括引入更多不同商品種類嘅檔位啦，以提高出租率同埋為居民提供適切同埋多元嘅商品同埋服務選擇。當局亦都可以重新審視一下同埋編排一下公眾街市唔同樓層嘅用途，例如地面嘅樓層係保留傳統鮮活食品同埋百貨嘅攤位，維持街市個基礎功能。而一樓呢，就做呢一啲熟食嘅中心，方便附近嘅居民呢係繼續用膳，但係可以引入唔同種類嘅美食，打造屬於香港嘅食覺文化。而2樓同埋以上嘅樓層呢，可以善用作公眾街市便利嘅位置，考慮將佢改造成一啲社區客廳等社福設施，提供一個共享嘅備餐間、飯廳同埋用以做功課、舉辦興趣班同埋集體活動嘅共用空間。至於頂層嘅平台設立係可以做一啲打卡視野，亦都可以吸引旅客嘅駐足，深入體驗本地居民嘅生活。相信呢一種分層經營嘅模式係可以令公眾街市從單一嘅採購場所升級為一個複合型嘅公共空間，避免同周邊嘅商戶嘅同質競爭，亦都更加貼合社會嘅需要。有意見就認為街市係需要大幅減租，以減輕商戶嘅負擔。不過我就認為減租未必係一個萬全之策，因為目前街市嘅面對嘅呢，唔單止係短暫嘅經營困難，而係消費模式轉變嘅挑戰。要令到商販重投呢個傳統街市，必須要有更大嘅誘因。所以我建議公眾街市可以參考一啲商場租金計算方式同埋行業組合嘅管理。例如設立一啲較低嘅基本租金，並且採用分成嘅方式，每個月按租戶嘅銷售額嘅百分比嚟去繳交呢個租金，以一種靈活動態嘅方式予以調整，同埋吸引商戶喺較低嘅起始成本之下重投呢個傳統嘅街市。同時檢視呢個公眾街市轄下嘅行業檔口嘅組合，放寬租戶限制，引入更多類別，甚至可以參考澳門氹仔街市活化計劃，以公開競投嘅方式引入輕食、文創同埋咖啡茶座等嘅攤位，為傳統嘅街市注入新嘅活力。另一方面，街市商戶亦都要與時並進，所以我同意喺公眾街市嘅租戶呢，必須要提供一啲非接觸式嘅付款方式。有研究就顯示，超過2/3嘅消費者呢係支持使用多元化嘅方式付款嘅，不論商戶規模或者消費金額嘅大小。但係現時各個街市嘅電子支付安裝率呢相當參差，有食環街市八達通安裝率都唔夠1成。新加坡政府喺2020年起呢，就鼓勵街市嘅檔主採用電子支付系統，檔位若果持續採用電子支付系統嘅話呢，每個月呢就可以得到300蚊新加坡幣嘅津貼。喺呢一方面，係咪政府都可以參考一下？近年面對唔少傳統攤檔嘅檔主年事漸高，攤檔可能因為無人接手而出現後繼無人嘅問題。當局亦都可以考慮設立培育嘅計劃，制定可行嘅方案，通過租金優惠、津貼補助等嘅方式，吸引新一代嘅經營者，確保我哋傳統嘅街市攤檔文化得以延續。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楊永傑議員嘅議案。